其實筍盤咧喺近幾個月咧係消化咗好多，咁我唔係齋噏啦，我而家咧就俾一啲咧數據嘅資料嚟俾你睇一睇。一手樓嘅買賣登記咧係連續6個月咧破咗1000宗嘅。咁個數據咧其實就係個表係做到8月啦，其實喺今個月啦9月咧亦都係破咗1000宗噶啦，係喺咧2021年嘅2月至7月到而家嚟講咧係4年嚟首次嘅。咁而呢7個月，即係我哋2025年嘅呢7個月咧，其實比喺上一次呢一個紀錄嚟講咧，再多咗1/3嘅數字嘅。其實咧喺過去30年以嚟咧，連續超過7個月破1000宗嘅一手樓咧，都只係有9次嘅啫。上一次咧係2019年咧係超過咗1000宗啦，連續7個月啦。咁而家咧，其實我哋而家咧亦都係，如果過埋11月都仲係超過1000宗咧，我哋就可以話係破咗歷史性嘅紀錄噶啦。咁好多人仲話哇個市好淡啊，地產啊，哎呀死晒啦，一路係咁跌啦，係唔係事實咧？唔好聽聞途說啦，睇數據。而史上最強嘅大旺市咧，係連續41個月啦。咁嗰次咧就係沙士嗰次嘅前後啦，連續係41個月啦，即係咧係近3年半破咗1000宗，史上係最強。樓價係由73.6咧回升去到94.6，累升咗28.5%。而單如果係從2003年嘅7月沙士最低位58.4去計嘅話咧，更加係累升咗62%嘅。好啦，講咁耐，其實就係想帶出咧，往往以往歷史上面一手旺嘅時候咧，其實樓價都係會升嘅。亦可以清楚睇到咧，過去由1996年開始咧，樓價都係不停上升，只有喺沙士嘅2001至到2003嗰段時間係跌過啦，以及係我哋嘅新冠肺炎嗰呢幾年係跌過之外，其他全部都係升市嚟嘅。雖然一手市場咧真係好亮麗啊，但係咧睇返二手市場咧，其實係過去嘅5個月每個月咧都係破3000宗㗎。喺2021年嘅12月之後咧，係超過3年嚟咧首次見到嘅。今年嘅首8個月咧係20969宗，近4年嚟同期係最多嘅。而呢個圖咧亦都係可以睇到咧個樓價指數咧係不斷趨升嘅。加上優才專才配合下咧，留學生支撐住租金嘅升向，回報率咧係高企喺3.6厘㗎。而連續8個月嘅租金升幅下面咧，已經係升咗2.3%。其實咧，我哋咧亦都係預見到啦，未來嘅租金嘅指數咧都會係節節一路上升嘅。跟住呢個圖咧，我哋睇下息口嘅。咁息口升係咪一定會樓價跌咧？其實原來又唔係喎。睇翻歷史咧，喺1997至到2005年之間咧，息口咧大約喺5厘啦，而咧樓價咧係下跌嘅。喺2005至2008之間咧，息口係升得好厲害嘅。咁但係樓價咧都依然係升嘅喎，所以咧都要睇翻咧周圍嗰個利好嘅因素同埋個金融環境啦。繼續睇咧，09至到19年咧，當時幾乎係零息狀態嘅，所以咧嗰個樓市咧係升得好犀利嘅。去到2022年至2023年咧，因為個息口急速上升啊，而導致咧樓市都係下滑噶。嚟緊咧，亦都係會係減息啦，所以咧相信咧樓價咧都會係接住呢4個月嘅升勢嘅。所以咧，其實嗰個利息嗰個升跌咧，都同樓價咧係有好密切嘅關係。所以如果咧而家嚟緊都唔會升噶啦，個息口都係大家都觀望係跌啦。所以咧，其實咧個樓市咧升嘅機率咧絕對係比較大嘅。嗱，睇翻幅圖咧 ，GDP 嘅影響咧對樓價咧亦都有一定嘅關係㗎。2016年啦，至到去係2018年咧，因為咧 GDP 嗰個嘅升幅咧，亦都見到咧樓價咧都有一定嘅升幅㗎。咁見到咧最近咧 GDP 咧亦都開始升翻啦，而亦都見到咧樓市都開始升嘅。咁所以咧就可以見到咧佢嗰個關係性咧就出翻嚟啦。而咧呢一個咧就係港股表現同樓價關係啦。睇到咧歷史以嚟咧
樓價同埋港股嗰條線咧，都係大家差唔多走勢嘅。咁年初到而家咧，港股已經升咗31%，但係咧樓價咧就似乎未係反映到出嚟喎。所以咧，其實喺嗰個樓價嗰方面咧，仍然係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咧，係可以升翻上去。留意咧，樓價係跌咗大約30%啦，而港股咧係升咗30%，即係話嚟緊可能喺短期裏面咧都會有大約30%嘅升幅。嗱，呢幅圖咧就會見到咧係有一個交叉位啊，可以咧睇到咧樓價咧仲有一個好大嘅上升空間。套股換樓個狀況咧，相信都會陸續出現嘅。再睇埋個供樓負擔比率啦。咁咧供樓負擔比率咧就可以睇到咧，究竟香港人有冇咁多錢去供樓咧？咁可以睇到咧，嗱，2020年嘅時候咧係63.3%，而咧喺2025年嘅2月咧就係46.2%，而8月咧就係49.4%。可以睇到咧，其實而家咧比起以前咧嗰個供樓嘅負擔咧已經輕鬆咗好多好多啦。網上面咧好多人咧仲流傳住話仲會跌個市好差啊咁樣，但係事實上又係點樣啦？嗱，根據咧港交所嘅數據咧，就反映咗咧大量嘅資金咧係湧港嘅喎。2025年嘅首8個月咧，58間上市公司上市，係比起上嚟咧之前咧係升咗37%。而2025年嘅首8個月嘅 IPO 集資額咧係達到1345億元，係同比咧係激增咗係5.8倍嘅，甚至咧仲有200間咧係排緊隊嚟香港上市添。之前咧摩根士丹利啊、Goldman Sachs 啊、UBS 啊嗰啲全部咧都唱衰香港嘅，咁咧個個咧都話會跌嘅，但係而家咧就全部都唱反調啦，個個咧都係睇升嘅，甚至高盛咧將明年同埋後年嗰個樓價預測咧由原先估計嘅3同4%咧，而家調高至5同6%添。即係話咧，其實係好多熱錢咧都會投入嚟香港啦，而地產咧一向以嚟都係其中一種嘅投資工具，好多嘅國際嘅企業咧都會紛紛投注喺香港嘅地產市場㗎。政府亦都喺新一輪嘅施政報告有啲助攻啦，投資移民咧由5000萬嘅門檻咧係減至3000萬㗎。亦都咧係有8大好兆頭啦，都可以慢慢睇下啦。我嘅結論咧就係樓市築底反彈，樓價重踏升軌㗎。咁正常嘅情況之下，咁冇事冇幹，咁梗係樓市會睇升啦。咁究竟會唔會係有乜嘢嘅打仗啊，或者一啲嘅唔利好嘅情況會出現呢？咁其實咧最近嗰次國家嘅軍事嘅演習咧，都睇到咧而家咧中國嘅強勢啦。所以咧，如果要係打仗嘅話，真係明槍實彈嗰種打咧，似乎咧機會咧就好微啦。有任何有關樓市嘅資訊咧，或者一個最新嘅動向係點樣咧，都隨時歡迎你聯絡我。我係 Patty，多謝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見。